有冇試過唱歌嘅時候，人哋唔知你唱乜呢？如果係嘅話呢，就可能有咬字不清嘅問題啦。等我教你一個方法，等你即刻升 level，唱得清清楚楚。我係 Sarah， 喺唱歌嘅時候呢，好多學生都會有咬字不清嘅問題，最主要有3個原因。第一就係歌詞唔熟，所以就咁樣。第二就係呢，佢嘅共鳴位置咧太過入啦，咁變咗喺喉嚨或者係口腔入邊唔夠出，個聲音唔夠穿透力，咁所以咧就人哋聽到嘅時候就好朦或者好模糊啦把聲。咁第3個原因咧就係咧太懶啦個嘴，即係咧佢嗰個口唇啊啲口嘅肌肉咧唔夠練習嘅時候打得唔夠開咧，變咗咧好似講一樣講嘢咯，咁所以咧就蒙查查係啦。咁所以咧有一個方法你可以咧試一試，就係攞一個樽蓋，然後咧就咬住佢，或者如果你屋企有紅酒嘅汁啦嚇，嗰個紅酒塞都可以嘅。咁你咬住佢，咁樣嚟到將歌詞咧讀3次，由頭到尾讀3次。嗱，完咗之後咧，你就試下繼續咬住呢個樽蓋，然後咧嘗試唱幾次嗰隻歌。咁唱完之後咧，當你一拎開呢個嘅時候咧，你就會發覺你嘅歌聲咧突飛猛進，突然間清楚好多。用我以上方法練，咁就唔怕人哋聽唔到你唱乜嘢啦。如果想知多啲唱歌嘅 tips，可以 subscribe 我、like 同埋 comment。我哋下一段片見啦。